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逐年拢会举办新文化运动月相关的活动，互大家来淋巴蒋渭水顶人物，推动思想文化改革过去。今年的活动就特别收煞咯。不过，因伫咧这个时阵是搁再推出一个创作艺术节，互剧团以新文化运动月历史做主题，改编做舞台剧，要互观众用全新的角度来看这段历史。大林歹势啦，本只无适合你啉的酒啦。你真的要用这种态度对我吗？到时我3天2头来给你查个水表。演出日本时代台湾百姓甲日本警察交涉无奈的模样，这是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地景事件100年纪念创作艺术节，以台湾新文化运动期间的地景事件为主题，剧团改编做3本剧本，通互硬扁扁的历史变做好看的戏剧。总督府针对咱这的知识分子发动了一个全台湾的大逮捕。这个问题，伊是一个表现出来是讲总督府有俩人，也毋过咧，其实伊是有足侪物件会当去讨论。工作的小人物也好，或是社会上生活的一些这些我们可能未曾留意到的人们，在那个时期他们怎么看待这一段历史事件？这摆计划是新文化馆延续去年的读剧计划，邀请参与读剧的创作团体继续发展剧本，然后演出，通互历史事件以无同角度重新解读，也互观众透过看戏对历史产生兴趣。可贵是大家在透过这些资源认识的过程当中，他们开始对这段历史是有兴趣的，他们可以自发性的想要做这件事情。比如说大正12年的编剧刘永成，他其实是在认识这段历史之后，他自己跟我说，他觉得他好像喜欢上了这段历史的陈述的方式。新文化馆逐年举办的新文化运动会，今年这届就要收尾。馆长柯美惠表示，今年的新文化运动会有以 AI 技术重现历史，也以音乐会方式参民众互动。发现这款方式民众反应拢袂歹，愿意开始了解捌发生伫咧台湾迄段思想活泼发展的历史，对官方来讲也是一个真好的经验。记者温条水台北报道。